好，我来判理第一件手续，也是急诊室护理人员本爱介单。好，我带一班嘅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产业病房。自费产业病房，爱送人还是单人病房？送人病房，自费送人病房费用产业是1日1000块，是的吗？是的。好，急诊费是350块。请问，同病人是乜嘅关系？我是家母娘。爱麻烦填写一般同意书同自费同意书，列片填写病人嘅名相，列位填写人名相、电话同手机号码，列张是自费同意书，是需要自费产业1日1000块嘅病房。请出列位写人名相，并同病人嘅关系。写好咧，请看一下。我再麻烦看一下一般同意书嘅第5点。那有人询问江先生嘅病房号码是在本记地吗？是的。安尼，请出列位叫同意，列份一般同意书嘅第2联封单本留存，第1联拍单，请连同自费同意书同第1件通知单拿去急诊，交本护理人员判理第1件报道。安尼是完成第1件手续咧。好，罗拉唔是生意，莫客气。